各位老友記，今日我坐喺度，真係忍唔住要同你哋講一個極其隱蔽、極其要命嘅養生陷阱。呢個陷阱，好多老人家踩咗10幾年甚至幾十年都唔知，仲每日堅持，以為咁樣先係健康，先係自律，點不知就係親手將自己嘅晚年福氣同寶貴陽氣，一啖一啖咁送出去。我今日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話俾你知，過咗60歲，打死你都唔好天未光就衝去公園或者後山搞咩早起晨運。好多人日日朝早5、6點起身，摸黑出門，去到公園行山，拍手掌、拉筋、耍太極，深呼吸，以為吸緊新鮮空氣，覺得呢種生活作息就係最頂級、最自律嘅養生方法。我話你聽，大逆特錯，而且錯得好離譜。你可能會即刻起槓，心諗我晨運咗咁多年，身壯力健，邊有你講得咁誇張？你先唔使急，慢慢聽我講落去。我唔係要否定運動嘅好處，而係要話你知，時辰唔啱，你嘅運動分分鐘變成慢性自殘。呢個唔係我憑空捏造，係從風水磁場、天地陰陽交替嘅極深層次去剖析，裡面嘅道理同中醫養生、道家傳承完全貫通，一脈相承。太陽未出嚟之前，你行出屋企大門，你以為你吸緊天地靈氣，以為樹林啲氧氣最新鮮，其實你係瘋狂咁吸緊大自然累積咗成晚嘅極陰之氣，同埋植物排放嘅四足之氣。你以為你喺度強身健體，其實你係喺度親手將自己為數不多嘅晚年陽氣，雙手奉送俾黑夜。你喺度做緊一場無聲無息嘅慢性自殺。如果你唔想你嘅晚年百病纏身、關節變形、中風半身不遂，你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聽我今日揭開嘅呢個致命天機。你靜落心嚟，苦心自問，係咪見過好多身邊嘅老友記，明明風雨不改，日日晨運，早睡早起，生活作息健康到無得彈，但係佢哋嘅身體不單止冇變好，反而對角越嚟越痛，膝頭哥一到落雨打風就怨怨咁痛，行樓梯磨力，行2步就喘氣，甚至成日無端端頭暈、感冒、咳嗽，面無血色。佢哋去睇醫生，醫生話佢關節退化，話佢年紀大，機器胚，免疫力差。佢同身邊啲人訴苦，人哋一句你年紀大係咁㗎啦就打發咗佢。佢心入面覺得好委屈，好唔公平，諗極都諗唔明，自己明明咁勤力保養，明明比嗰啲日瞓到黃朝白晏嘅人更自律，點解身體仲係一日差過一日？點解啲病痛點醫都醫唔斷尾？我話你知，根本唔係你退化得快過其他人，而係你嘅命理磁場已經被清晨嗰股吸陰之氣嚴重侵蝕。你身上嗰個用嚟保命嘅護身光罩，早就俾清晨嘅寒煞之氣衝到千瘡百孔，陽氣不斷外泄，百病自然就蜂擁而入。我知道好多人聽到呢度，心入面會極度恐慌，甚至有好大嘅焦慮。你可能會即刻問我，大師，我年紀大咗，真係瞓唔着啊，生理時鐘一到凌晨4、5點就自然醒，眼光光望住天花板，成身唔聚財。如果唔落街晨運打發時間，我留喺屋企可以做咩啊？坐喺度越坐越攰，越坐越凍，周身骨痛，真係好難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亦係絕大部分老人家嘅心裂。為咗等你哋個心定落嚟，我今日唔單止要拆解呢個陷阱，仲會提早將一招道家極其隱蔽、極之靈驗嘅玄學養陽秘法教俾大家。等你喺嗰啲清晨5點醒咗，又未到出門時間嘅尷尬時刻，都可以喺床上保住自己嘅命門真火。你聽清楚，下次天未光，或者你清晨5點凌晨醒咗，千祈唔好即刻掀開張被，急腳落床。你繼續留喺溫暖嘅被竇入面，保持身體嘅溫度，然後合埋眼，將你2隻手掌心合十，用力互相摩擦，用力啲，再用力啲，搓到雙手手心發熱、發燙，甚至感覺到一股微微嘅刺痛感。呢股熱力就係你掌心勞宮穴激發出來嘅心火真陽。跟住，你用你搓熱咗嘅雙手，輕輕咁敷住你嘅雙眼，記住係輕輕敷，唔好大力壓，停留大10秒左右，感受嗰股暖流慢慢滲透入你嘅眼珠，滋潤你成日睇嘢乾澀嘅雙眼，同埋安定你嘅心神。做完呢一步，你再用你10隻手指，好似梳咁，由額頭髮際線開始，一路向後腦梳，梳到尾龍骨對上嘅後頸，
用指腹嘅力，唔好用指甲刮，梳36下。呢個動作喺玄學養生入面叫做寒地白松鎖住遠陽，有啲門派叫佢做乾梳頭或者明天鼓。清晨係人體陽氣啱啱準備萌生但又最微弱嘅時候，你唔好睇少呢幾個小動作，用掌心嘅心火去溫養你嘅雙眼，用手指去疏通頭頂嘅百會穴同埋後腦嘅鳳池穴，可以瞬間將你散亂咗嘅精氣神重新聚攏喺體內，鎖住你嘅元氣，唔俾佢外流。你保住你一早起身嗰啖寶貴嘅精氣神，呢個先至係晚年保命嘅最高境界。做完呢套動作，就算你繼續攤喺床上面休息，養住個神，效果都絕對勝過你落街行2個鐘頭嘅冤枉路，而且係好過太多太多。你唔需要急，天仲黑，陽氣未升，你就同天地一齊休息，等太陽出嚟，先至同天地一齊蘇醒，呢個先叫順應天道。講完呢個保命心法，好多人一定會半信半疑，佢話：大師，邊有咁誇張啊？我神運咗10幾年都冇事，身體不知幾好。我同你講，陰氣傷身，唔係一兩日就會爆發出嚟，而係一種日積月累、慢慢滲透嘅過程。就好似水滴石穿，鐵杵磨鉗，你每日吸入少少陰寒，初完全冇感覺，仲可能因為運動完有少少精神而覺得有用。但等到你覺得痛、覺得暈、覺得氣血唔對路嘅時候，其實寒氣已經入咗骨，業障已經裂咗果，嗰個時候再想調理，就要花10倍甚至100倍嘅功夫。我現在教大家5個簡單嘅自測方法，你即刻對照下自己而家嘅身體狀況，就知你體內已經積聚咗多少陰煞之氣。第一，清晨起身之後，成個頭昏昏沉沉，好似永遠瞓唔醒咁，明明瞓咗6、7個鐘頭，但仲係好攰，要半個鐘甚至1個鐘先至慢慢回復清神。呢個就係你頭頂嘅陽氣被陰氣沉沉壓住嘅表現，陽氣升唔起嚟，人就混混沌喘。第二，成日手腳冰凍，尤其係腳板底，夜晚瞓覺瞓到天光，被竇都暖唔熱對腳，摸落去仲係凍冰冰。呢個就係你腳底嘅沖泉穴，俾摩根之陰水或者地下寒濕之氣入侵咗。腳係人體第2心臟，腳暖全身先暖，腳凍百病就嚟。第三，膝頭哥、肩頸膊、手踭關節，長期有舊患疼痛，搽惡油、做鉗灸、睇跌打都只能好過一陣，過2日又故態復萌，反反复复。呢個就係關節入面已經積咗濕寒四氣，引發咗頑固嘅風濕。第四，成日無端端感冒、打乞嗤、流鼻水、咳嗽，免疫力越嚟越差，身邊有人嗨2聲你就即刻中招。呢個就係你嘅肺經被清神濁氣塞住咗，肺主皮毛，肺氣弱，皮毛不顧，外邪就好易入侵。第五，情緒越嚟越低落，成日覺得唔開心，鬱鬱寡歡，對乜嘢都提唔起興趣，以前中意嘅嘢而家覺得冇意思，甚至容易驚青、心慌。呢個就係你自身嘅磁場已經被陰氣困擾，元神被蒙蔽，陽氣不足，人就失去活力同希望。如果你中咗2樣或者3樣，咁你就要非常小心。中1樣就要打起精神諗辦法改善，中2樣以上，證明陰氣已經唔係停留喺表面，而係已經滲到關節、氣血甚至骨髓裏面。你千祈唔可以再當冇事發生，繼續天未光就去衝。如果仲係咁執着，遲早一定會出大事，唔係同你講笑。好，既然大家已經掌握咗清晨床上保命嘅初步心法，又知道自己身體可能已經有陰氣積聚，我哋依家就嚟深度拆解，點解天未光嘅公園同後山會係一個攞命嘅磁場黑洞。我要講一個我親自處理過、親身引文嘅血淚慘劇，等你哋切身感受下呢股無形嘅曬手到底有幾咁恐怖。呢個故事係真人真事，我將佢化名華叔。華叔今年65歲，喺舊街坊眼中係一個出名極度自律、極度注重健康嘅人。佢啱啱退休冇耐，覺得人生下半場一定要將身體擺喺第一位，絕對唔可以成為仔女嘅負擔。於是佢同自己定咗個鐵嘅規律，就係每晚10點瞓，朝早5點準時起身。5點8個字，天仲係黑掹掹，街燈都未熄，周圍仲有熔烈霧水嘅時候，佢已經着好衫出門，去屋村後山個樹林公園
打太極、企樁、耍八段錦。無論春夏秋冬，風雨不改，就算冬天凍到得10度8度，佢都係着件薄鳳褸，覺得咁樣先叫做鍛煉意志，先叫做吸收日月精華。屋企人唔係冇勸過佢，佢個仔好多次同佢講，老豆，天未光啲空氣唔好㗎，濕氣又重，不如等太陽出咗先出去啦。但華叔唔單止唔聽，仲鬧個仔懶惰，話後生仔唔識養生，自己幾十年都係咁過，邊攰有事。隔籬鄰舍有個阿伯中風，華叔仲話人哋係平時唔運動，煙酒太多先攰咁嘅事絕對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有一年啱啱入秋，天氣開始轉涼，呢個時節早晚溫差大，陰氣開始加重。華叔照舊5點9個字出門去晨運。嗰個清晨特別大霧，成個樹林公園俾絨霧籠罩，好似仙境咁，好靜。但係喺風水大師同中醫眼中，呢啲濃霧叫陰寒煞氣，係最傷人身陽嗰種。華叔行到樹林最深處，平時最少人去嘅一個角落，嗰度有幾棵老榕樹，樹蔭遮天蔽日。佢準備耍太極，擺好姿勢，開始喐手動腳。就喺佢全身毛孔慢慢張開，呼吸加深嘅時候，佢突然覺得有一股吸到冰冷，好似冰刺一樣嘅寒風，唔知由邊度吹嚟，由佢後頸對落個風池穴，直插咁吹入佢嘅心肺。華叔成個人不受控制咁打咗個冷震，個冷震由腳板底震到上頭頂，跟住突然間佢覺得半邊面有啲痹，對眼有啲蒙，睇嘢有啲鬼影。但佢份人好硬頸，以為只係一時絕塵，喐下就冇事，完全冇諗過要大禍臨頭。佢堅持打完套太極，先慢慢行返屋企。返到屋企，老婆啱啱煮好白粥，擺好碗筷。華叔坐低，攞起一對筷子，準備夾餸食早餐。恐怖嘅事就喺呢一刻發生，佢指右手磨端端完全冇晒力，筷子啪一聲跌落地下。佢想開口叫老婆，但發現自己把聲變晒，嘴唇完全唔受控制咁歪向一邊，口水係咁流出嚟，流到成個下巴都係，一邊面好似不足於自己咁。老婆見到呢個情景，嚇到魂飛魄散，嗌到成條街都聽到，即刻打999叫救護車，送到急診室。醫生一睇就知係出血性中風，腦血管爆裂，導致面癱，半身不遂。雖然最後搶救及時，執返條命，但係華叔出院之後，半邊身行動不便，行路要拖住隻腳，隻手完全磨力，連講嘢都口齒不清，一講到激動就流眼淚、流口水。一個原本行得走得、自命不凡，覺得自己鐵打一樣嘅硬漢，瞬間變成要日日坐輪椅去復診，連去廁所都要人扶，要老婆同仔女照顧嘅病人。華叔個心崩潰到極點，日日喺屋企流眼淚，望住天花板問老婆：我到底做錯咗咩？我明明最注重養生，煙酒唔沾，日日晨運，點解個天要咁樣懲罰我？我做錯咗咩啊？更加慘嘅係，佢個仔本來喺外國做緊嘢，有大好前途，為咗照顧佢，專登辭咗份工返香港，一邊重新揾工，一邊同阿嫲輪流睇住佢。成頭家嘅生活節奏全部被打亂，經濟壓力、精神壓力大到不得了。本來應該安享晚年、含飴弄孫嘅退休生活，變成全家一齊挨苦、愁雲慘霧。佢老婆後來推住輪椅帶佢嚟揾我，一邊講一邊喊。我望住華叔萎靡不振嘅嘴角，同埋暗淡無光嘅印堂，深深嘆咗一口氣，同佢講：醫生話你係俾清晨啲冷風吹襯，導致血管急劇收縮。但我一睇你個氣息同磁場，就知你根本唔係普通嘅吹襯，你係俾吸陰之氣直接衝破咗你嘅護身光罩。清晨5點嘅樹林，積聚咗成個黑夜沉澱落嚟嘅陰寒煞氣。你一個60幾歲、陽氣漸弱嘅老人家，天未光就行入去嗰種吸陰之地，仲要喺度做運動，打開晒全身毛孔。你好似一盞微弱到就快熄嘅炸竹，自己走入去一個萬年冰窖入面。大自然嘅暗殺之氣，現到你呢個溫暖嘅活體，瞬間就撲埋嚟，一啖就將你微弱嘅命門真火吹熄。你以為你喺度強身健體，其實你喺度主動送羊入虎口。點解佢咁邪？點解天未光去晨運會變成奪命梳？
我哋而家就用最透徹嘅陰陽五行理論同埋宇宙磁場規律，深度拆解呢個局，等你哋心服口服，以後打死都唔敢再犯呢個致命嘅錯誤。你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道理，宇宙萬物，生老病死，全部都離唔開陰陽交替嘅規律。日出為陽，日落為陰，太陽係天地陽氣嘅總根源。太陽未出嚟之前，成個天地都仲係被黑夜嘅吸陰之氣死籠罩住。凌晨4、5點，正正係陰氣積聚到最濃烈、最深重嘅時刻，係成晚寒氣同埋地面濁氣向下沉澱、集烈嘅高峰。喺古代時辰學裏面，呢個時間被稱為寅時同卯時交界，係陰陽交戰最激烈、最唔穩定嘅臨界點。我同大家講得再貼身啲，寅時即係凌晨3點到5點，呢個時候人體肺經當令，係全身氣血重新由靜轉喐嘅分配時間，亦都係一日之中人體自身陽氣最弱、陰氣最盛嘅時候。好多有重病、元氣就快好準嘅老人家，往往就係喺呢個時辰走，因為呢個時候天地陰氣最重，人體陽氣最衰，好難頂得過去。你一個過咗60歲嘅老人家，本身嘅陽氣已經唔係後生嗰時，係足於衰微之陽，體內嘅陽火就好似冬日你嘅微弱炭火，只能夠勉強維持你五臟六腑嘅溫暖同基本運作。當你天未光就行出街，去到一個冇太陽鎮壓、陰氣最盛嘅公園或者山頭，你體納嘅微弱陽氣就同一整片天地嘅極陰之氣正面碰撞，結果會點？答案只有2個字：吞噬。大自然嘅吸陰磁場會好似一個巨大嘅抽氣扇，本能咁去吸走你身上近存嘅溫暖同生機。你可能會反駁我，話咁點解啲後生仔朝早跑馬拉松，晨跑幾公里都冇事？答案好簡單，後生仔體內陽氣充足，腎氣旺盛，就好似一團紅紅嘅烈火，火力夠猛，少少陰寒之氣埋唔到佢身，一靠近就已經被蒸發、被嘔散，根本傷唔到佢分毫。但你老人家嘅陽氣就係一盞油準燈枯，正反丁點燈芯嘅油燈，陰風輕輕一吹就滅。你同後生仔比體質，就好似拿子船同鐵輪船比撞礁石，根本就唔係同一個級數。你越係到行山拍手，越係到深呼吸，以為自己促進氣血循環，其實每一次毛孔張開，每一次深吸氣，都係喺度將天地間最冰冷、最污濁嘅煞氣，毫無過濾咁吸入體內。久而久之，你體納嘅陽氣被一點一滴抽乾，陰寒之氣盤踞喺你嘅關節、經絡、血管入面，你點會唔關節痛？點會唔血壓飆升？點會唔血管收縮爆裂中風？你咁樣硬闖陰氣磁場，唔係送羊入虎口，仲可以係乜嘢？仲有一個更加致命，好多人完全忽略嘅真相，就係植物嘅四足之氣。好多老人家特別中意去樹木茂密、花草繁多嘅公園或者山頭晨運，覺得嗰度樹木多、氧氣多、空氣清新，有好多酚多精，對個肺最好。呢個係現代科學健康觀入面思想最大嘅勾之一，亦都係玄學養生上最致命嘅盲點。冇錯，植物喺日頭有陽光嘅時候，確實會進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嗰啲係充滿生機嘅清氣、正氣。但你千祈唔好忘記，夜晚冇太陽嘅時候呢？植物同人一樣，都係喺度呼吸緊㗎。佢哋成個漫長嘅黑夜，都喺度吸收氧氣，排出二氧化碳，同埋自身新陳代謝產生嘅廢氣。喺玄學上，呢啲經過一整夜積壓，完全未有陽光去分解同淨化嘅廢氣，我哋稱之為四足之氣或者死氣。你5、6點去到樹林，太陽仲未出，嗰啲植物排咗成晚嘅廢氣，全部沉積喺樹底、草叢同空氣入面，濃度極高。特別係一啲低洼地帶，氣流唔流通，濁氣就更加積聚。更加需要小心嘅係，唔同種類嘅樹木，佢哋嘅氣場完全唔一樣。好似榕樹、柳樹、芭蕉樹呢幾種，係民間同風水學上都公認嘅聚陰之樹。夜晚會大量聚集陰寒之氣，特別係老榕樹，樹冠越大，氣根越多，遮擋陽光就越犀利，樹底下沉積嘅四足之氣同陰氣就越重，幾乎係終年不見天日嘅陰地。好多老人家中意喺老榕樹下面晨運、捉棋，
甚至做運動，其實長期坐喺或者企喺嗰度，就等於將自己擺喺陰氣同死氣嘅堆填溝入面，身體又點攰好？相反，松樹、柏樹、木棉樹呢幾種屬於陽氣比較充足嘅樹種，就算係清晨，佢哋嘅負面氣場相對都攰少啲。但係，就算係陽氣足嘅樹，都一定要等太陽出咗，光合作用正式開始，植物開始釋放氧氣，成個氣場由陰轉陽之後，你先好靠近佢哋。你喺太陽未出之前，喺樹林入面大啖大啖咁深呼吸，做擴空運動，你以為自己吸緊天地精華、植物嘅芬多精，其實你係將大自然積壓咗一整晚嘅有毒廢氣、腐敗之氣，全部深深吸入你嘅五臟六腑。呢啲濁氣一入肺，會嚴重咗外氣血嘅運行，令你心口翳悶、氣機不暢，甚至引發心臟同呼吸系統嘅急性毛病。日久天長，仲會令你成個人嘅氣場都變得灰暗。難怪咁多人越晨運，心口越翳，精神越萎靡，成日好似瞓唔醒，因為佢日日都喺度吸收慢性毒藥，身體又點會唔越嚟越差？第三個玄學上嘅索命真相，叫做磨根之水透骨寒。清晨嘅公園同山頭，最常見嘅現象除咗黑掹掹，就係大霧同埋露水。花草樹木上面、地磚上面、石凳欄杆上面，全部都係濕漉漉、凍冰冰嘅水汽。好多老人家完全唔在意，着住對普通薄底波鞋，甚至布鞋就行入草地上面打太極，任由嗰啲露水同霧水打濕自己嘅鞋襪同褲腳。我警告你哋，喺風水命理同中醫理論入面，清晨未現陽光嘅露水同霧水，被統稱為磨根之水，係一種極陰吸寒之物。呢種水吸收咗成晚嘅陰氣同埋地面附近嘅敗氣，性質極其寒涼。人體嘅腳底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穴位，叫做沖泉穴，佢係全身經絡嘅起點，亦都係人體陽氣生發嘅根源。你嘅鞋襪俾呢啲吸寒嘅磨根之水打濕之後，嗰股吸到冰冷嘅寒煞之氣，就會順住沖泉穴，毫無阻擋、毫無感覺咁，慢慢直逼入你嘅腳底，再沿住經絡向上行，侵入你嘅骨髓、膝頭哥、腰脊，甚至五臟六腑。除咗露水，仲有一啲嘢好多老人完全唔注意，就係清晨嗰啲俾霧氣打濕、凍到似冰嘅石凳同石欄杆。啲石經過成晚嘅低溫同陰氣浸泡，已經變成一塊萬年寒冰。好多老人晨運行到攰，唔理3721，一屁股就坐落去休息，諗住唞一陣。呢一坐落去不得了，陰寒之氣即時就順住你尾龍骨嘅穴位長強穴，直衝入你嘅督脈，傷害腎陽，閉咗氣機。好多人長期腰痛、腰椎間盤突出、尿頻、夜尿多，就係因為長期習慣清晨坐落去啲凍石凳度，俾陰寒之氣由下而上升透咗，損傷咗先天之本。呢股陰寒之氣一旦入咗骨、入咗臟腑，就好難再逼出嚟，佢會喺你體內慢慢積聚，形成頑固嘅風濕骨痛、老寒腿。呢個就係點解你日日晨運，但膝頭哥嘅痛永遠都醫唔好，一轉天氣就痛到落唔到床嘅終極玄學真相。你將自己最重要嘅健康根基，日日浸泡喺大自然嘅磨根冰水同寒氣入面，你話咁樣嘅晨運，唔係揾自己條命去國飛，仲會係乜嘢？分析完呢啲攞命真相，你係咪成個背脊都涼浸浸？係咪開始明白點解啲人話好心冇好報？明明做緊自認為最好嘅事，卻迎來最差嘅結果。你唔使絕望，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我即刻俾一個正面嘅真實個案你聽，等你明白，只要改變習慣，順應天道，身體係絕對可以慢慢調反轉頭嘅。我有一位信眾，叫佢陳姨，今年67歲。以前佢同華叔一樣，係一個極度執着嘅晨運分子，日日5點就走去後山行山，行咗7-8年。開頭覺得幾好，後來越行越唔對路，膝頭哥開始痛，初時係上落樓梯有啲酸痛，後尾發展到平路行耐啲都痛，膝頭哥又腫又緊，落樓梯簡直要扶住牆逐級撐落去。佢嘅手腳永遠都係凍冰冰，夏天都要着襪瞓覺，而且抵抗力好差，成日感冒，一感冒就要嗨成個月。佢睇咗好多醫生，跌打、鉗灸、物理治療都做過，都係時好時灰，
好快又打回原形。後來佢無意中聽到我嘅勸告，痛定思痛，決定作出改變。佢將晨運嘅時間由清晨5點改到朝早9點幾，一定要現到太陽曬到入廳堂先出門。而且佢唔再去嗰啲陰陰濕濕嘅後山樹林深處，而係揀返個開揚嘅公園，有太陽曬到嘅草地同小徑，慢慢散步。每日佢仲會特登企喺度，背住太陽，舒舒服服咁曬15到20分鐘背脊。就係咁簡單嘅改變，堅持咗3個月，陳醫親自上門嚟多謝我，佢好開心咁同我講，話膝頭哥嘅痛減輕咗1大半，以前行半個鐘就痛，而家行1個鐘都冇事。夜晚瞓覺，對腳竟然自己暖返，唔使再着襪瞓，成個月都冇感冒過，連人都開朗咗好多，冇再鬱鬱寡歡。佢話以前總覺得自己越早起就越健康，越能對抗自然，而家先至知道，原來順應天時，同太陽一齊起身，先係真正對身體好。呢個就係活生生嘅例子，天堂同地獄，有時只係你出門時間嘅差別。聽到呢度，我相信好多老人家心入面已經徹底醒覺，知道呢件事唔係講笑。你會急切咁問，大師，咁我哋老人家想養生，想長壽，到底應該點做？以後係咪都唔可以做運動？當然唔係。天地有常規，養生有大道。只要你跟住我講嘅方法做，1分錢都唔使額外使，保證你晚年陽氣充沛，病痛遠離。我今日就將道家最正統、最能夠聚氣添壽嘅3大黃金法則，毫無保留咁傳授俾大家。第1大保命法則就係順應天時，日出而作，現光出門。真正嘅養生風水，一定要順應天道。天道係點樣？天地未醒，你唔好醒；天地未陽，你唔好動。打死都要等太陽出咗嚟，陽光普照大地，將黑夜累積落嚟嘅陰氣、濁氣、濕氣同埋一切污糟嘢徹底嘔散、蒸發之後，你先好行出屋企大門。朝早8、9點鐘，太陽啱啱升起，陽光溫和而不猛烈，呢個時候嘅太陽喺玄學上被稱為吸品純陽之氣。你喺呢個時候出門，去公園散步、曬太陽、呼吸嘅，先至係真正被陽光淨化過、充滿生機嘅清新之氣。記住，見唔到太陽堅決唔出門。如果嗰日陰天或者落雨，更加唔好勉強大清早出去，寧願喺屋企行下、拉下筋，企喺窗邊做下伸展，都唔好去同天地間嗰股靜嘅陰氣爭奪嗰少少卑微嘅空氣。順應天時，就係順應你自己嘅壽命，呢個係天地間最大嘅法則。第2大保命法則就係曬背採陽，升鍋食參。我教大家一個道家極其中意、歷代高度用嚟延年益壽嘅簡單添陽手法，就係曬背。人體背脊正中間有一條非常重要嘅經脈，叫做督脈。督脈係全身陽氣嘅總司令，主管住你5臟6腑嘅陽氣運行，有陽脈之海之稱。當你陽氣不足，百病就會蜂擁而嚟。朝早9點幾到10點幾，太陽暖洋洋嘅時候，你揾一個有溫暖太陽曬到又唔當風嘅地方，無論係公園一張長凳，定係你屋企個向南嘅露台，甚至室內有一大塊玻璃窗俾陽光透入嚟嘅地方都得。你背對住太陽，舒舒服服咁坐喺度或者企喺度，放鬆成個背脊，任由準陽嘅日光直接照射你嘅後背，曬大15到20分鐘。呢個過程喺玄學上叫做天火補元。太陽嘅能量，呢種宇宙最無私嘅純陽之火，會順住你嘅督脈，源源不斷咁注入你體內，幫你嘔散積壓喺5臟6腑嘅寒氣、濕氣同病氣。呢種嚟自宇宙最純粹嘅能量補充，真係1分錢都唔使你使，但效果，我咁講，比你好似食幾千蚊幾萬蚊嘅冬蟲夏草、人參燕窩更加保命，更加直接。曬完之後，你會覺得成個後背暖粒粒，好似有股熱氣由尾龍骨升上頭頂，成個背脊鬆晒，手腳都暖埋，精神百倍。呢度有2個細節你一定要記住。第一，曬背嘅時候，千祈唔好正面朝向太陽去曬，會曬傷你雙眼同埋面部皮膚，曬背脊就足夠。第二，
千祈唔好曬到滿頭大汗，覺得微微發熱，好舒服就要停。汗為心之液，老人家出汗太多，反而會好傷心氣，損傷陰液。第三大保命法則就係運動微汗，藏精聚氣。好多老人家受到現代健身觀念影響，以為運動一定要出大汗，要跑到身水身汗，成件衫濕晒先至有效果。呢個對於後生仔可能講得通，但對於老人家嚟講，大錯特錯。中醫講，汗為心之液，汗水其實係你心臟嘅精華，係你體內寶貴嘅津液同元氣。年輕人氣血旺盛，出完汗，飲啖水，瞓一覺，好快就可以補充返。但係你過咗60歲，氣血本來就虧虛，你瘋狂流汗，就等於將自己嘅生命精華，將你用嚟保命嘅陽氣，瘋狂咁泄出體外。老人家運動，一定要謹記一個藏字，散下步，打下太極，耍下八段錦，動作一定要慢，心境一定要平靜，做到微微覺得全身筋骨鬆開，身體有啲暖意就即刻要收，千祈唔好做到氣喘如牛，大汗淋漓。將精氣神牢牢咁藏喺體內，唔好俾佢外泄。春天同夏天可以輕量運動，幫助陽氣生發，但秋天就要開始收斂，冬天更加要潛藏，唔好天未光就出去好散陽氣。晚年嘅修行，一個藏字，就係長壽嘅頂級境界。講完三大法則，仲有三類老人家，我要特別鄭重咁提醒，你哋絕對唔可以亂咁晨運，甚至連朝早太陽剛出嘅時候，都要盡量減少劇烈活動。第一類係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病嘅老人家。清晨係人體血壓一日之中最高嘅波峰時段，血液最黏稠，血管最脆弱。呢個時候如果吹到寒風，再做啲少少劇烈嘅運動，血管一收縮，血壓一飆升，隨時會爆血管或者心肌梗塞，非常危險。呢類老人家最好嘅運動時間係下午3、4點，氣溫回暖，血壓相對穩定，再出去的當散下步。第二類係患有嚴重關節舊患、風濕痛、類風濕嘅老人家。清晨嘅寒氣同濕氣最重，你一出門口就等於俾風口同濕氣對到症，症狀只會越嚟越嚴重，絕對唔好掉以輕心。一定要等到太陽曬到地面，霧氣散晒，地表溫度升上嚟，先好出門。而且一定要行平地，遠離草地、泥地同近水嘅濕滑地方。第三類係長期失眠、身體吸道虛弱、面無血色、元氣嚴重不足嘅老人家。呢類人本身體內陽氣就極之虧損，清晨觸陰，你出去唔單止補充唔到陽氣，反而俾陰氣進一步侵蝕，身體只會越嚟越虛，越虛就越失眠，形成惡性循環。你應該做嘅係朝早多啲喺床上休息，養足精神，等太陽出來，元氣稍微充足啲，先至喺屋企附近企下，慢慢行下，絕對唔好天未光就出去消耗。另外，我仲想同大家拆穿兩個喺公園流傳得好廣泛，好多老人家深信不疑嘅神魂勾。第一個就係撞樹背。好多老人家引人講話撞樹可以刺激背部經絡，通經活絡，排毒，於是成日對準啲大樹幹用背脊猛咁撞。我話俾你聽，天未光或者環境陰涼嘅時候，你咁樣撞樹，就係主動將樹木上面積聚嘅陰寒之氣同四足之氣，一下一下撞入自己體內，越撞身體越差，關節越撞越痛。就算係日頭有太陽嗰陣，非撞不可，都要非常之輕力，絕對唔好用蠻力死力，否則會震傷內臟同脊椎。第二個就係倒後行。好多人話倒後行可以矯正平衡力，減輕腰椎壓力，好似好有道理。但係你諗下，清晨光線唔足，路面有沙石，有高低，甚至可能濕滑，老人家反應已經慢咗，平衡力又差，一味掛住倒後行，抹一半一半，跣一跣，隨時攰跌親，一跌就可能係骨折、爆頭，後果不堪設想。與其玩呢啲高風險動作，不如平平穩穩咁向前散步，安全又有效，唔好揾自己條命去搏嗰啲所謂嘅好處。我今日用咗咁長嘅時間，將呢個顛覆咗好多人傳統認知嘅玄學天機同養生真相，毫無保留、赤裸裸咁講出嚟，就係想幫天下所有善良嘅、為健康付出咗磨盡努力嘅老人家，
放低嗰個為咗健康一定要死頂，為咗自律一定要早起身嘅心魔同包袱。順應天時，順應自己身體嘅真實規律。朝早覺得攰就瞓多一陣，天未光就唔好逼自己出門。呢個絕對唔係懶惰，更加唔係無用，而係最高級、最有智慧嘅順應天道。你保住自己嘅陽氣，就係保住成頭家嘅福氣。你擁有一個健康磨痛、行得走得嘅身體，唔需要仔女辭咗份工嚟照顧你，唔使成為下一代沉重嘅負擔。你本身就係你屋企最大嘅福報，係成個家族嘅定海神鉗。如果你聽得明我今日嘅苦心，如果你願意由聽朝開始，就放棄嗰啲傷害自己嘅舊習慣，為自己死死守住清淨光明嘅陽氣磁場，唔好以為喺度忍下就算。我誠心懇請你喺下面嘅評論區，或者喺你心裏面誠心誠意、端端正正咁打出或者默念出呢8個字：順應天道，聚氣添壽。當你親手或者用心神打出呢8個字嘅時候，你就係向住浩瀚嘅宇宙，向你自己嘅生命，鄭重咁宣告咗你愛惜自己、守護陽氣嘅偉大決心。呢個念力本身就有好大嘅能量。我相信老天爺一定會體現你嘅覺醒，為你落下一個堅不可除嘅護身光罩，幫你擋住一切外嚟嘅病氣同陰寒，保佑你晚年氣血充盈，百病不侵，行得食得，福壽相傳。我更加強烈咁建議你，即刻將呢段說話分享或者轉發俾你身邊嗰啲日日天未光就衝去公園晨運嘅老伴、老友、屋企人，甚至係你固執嘅父母睇。好多老人家好固執，總覺得自己嗰套先至啱，你點勸佢都唔聽，講得多反而傷感情。咁你就借我把口，借我呢番苦口婆心嘅說話去點醒佢，等一個佢願意相信嘅大師去拆解佢內心嘅迷思。你嘅呢一次轉發，可能就幫佢擋住咗一次中風、一次嚴重風濕骨痛發作，甚至一次致命嘅意外。救人一命，生做7級浮屠，呢份傳遞大智慧、守護他人健康嘅無量功德，老天爺一定會記落你嘅命盤之上，將福報回向俾你同你嘅子孫後代。我哋下期再現，願各位有緣見到呢段說話嘅善信，晚年都可以順應天道，陽氣充沛，家宅安寧，福壽相傳，家和萬事興。